非常的美，这个光影，哇！冇記錯，做10杯嗰次，做下落大雨，最多都係買8杯，點做10杯啊？你個假粉絲！聽日出唔出？聽日出啦！吼吼，油價升了，我的傘值錢了。加油加油！不可能，人家說他從深圳過來，然後做了10杯。我好像記得有這麼一回事哦。就好多個粉絲，深圳拿了好多，然後買了10杯。但是那天好像沒下雨吧？深圳買很多，那天好像是沒下雨哦。有下雨嗎？你說的那個朋友究竟是不是你自己啊？舊年夏天經常落雨出攤，係主要係出緊佢落雨。小量送飯嗰次，哇！嗰次真係大到不得了。天鹅沒了頭，看着好喝，寶寶把看着2個字去掉，重新發一遍，來，聽話，將一齊，好。謝謝，哈哈好喝，哈哈其實哈哈這2個字可以不用發的，只發後面2個字就可以了。得啦。嚟。我想問你，我中咗杯我未攞嘅。發上群度。係啊。要乜嘢？一杯橙先。一杯葡萄。一杯生椰拿鐵。一杯生椰拿鐵。好。要多杯冰梨。好。需要錢搖，就哈哈好喝的咁，好似呃鬼人。今日喺邊度？今日喺紫微豪苑啊！
好喝才哈哈。隨便揀一杯係咪邊杯都得？貴嗰杯咯，12蚊嗰杯咯。係啊，咁樣就3杯33咯。橙絲冰美開啟元氣滿滿嘅工作日，正啊正啊正啊！大家今日飲咗啡未啊？返到公司未啊？食咗早餐未？飲咗啡未啊？嚟個隨堂小測試啊！我哋今日飲緊咖啡嘅，或者已經點咗準備飲嘅，寶寶扣1；準備喝咖啡，正在喝咖啡嘅寶寶扣1；仲未飲咖啡嘅扣2，還沒有喝咖啡的扣2。我們喝其他飲品的扣3。要多一杯西茶。好啊好啊。我最熟。好。喝茶的寶寶扣3，跟住唔知喺度做咩扣4。哦，今天看來沒喝咖啡的寶寶比較多哦。飲緊拉拿咖啡嘅扣666啦，飲緊拉拿咖啡的就扣666哦。云喝也扣666，可以的，老鐵。什麼都沒喝，為什麼呀？為什麼今晚再喝？好嘞，來葡萄氣泡冰美式，葡萄梳打冰美式，哇哦！香甜又激爽，香甜又激爽啊！正正正啊！云喝咖啡配我的提拉米蘇，哇哦！一早上就吃提拉米蘇嗎？你的胃有點強哦。
Hello，前面有3杯，做完呢3杯就到啦。榴莲千层吗？这话题又转到甜品啊！榴莲千层我也爱哦。可以換杯杯啦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10級的寶寶！晚一點下播之後會提大家哦。哇哦，亮亮亮！生椰拿鐵。改行美食博主是吧？可以，馬上改。Hello， 前面有一位唔使攞啦。係，有冇喺廣州擺啊？冇啊，暫時未喺廣州擺啊。喺花都啊，喺花都啊。吃過。整翻隻白切雞放喺度，薑葱白切雞拿鐵。你們怎麼這麼搞笑？一個妹妹，一個哥哥。